又到咗新聞米嘅時間啦。尋晚凌晨1點幾，有10幾個蒙面人突襲立法會，佢哋用鐵馬鑿爛咗立法會大樓嘅玻璃，但係多數示威者冇入到去就走咗啦。咁呢件事咧搞到有人俾人拉啦，咁好多人咧今日都紛紛表態啊，大部分咧都反對衝擊啊。你就去衝擊，埋單就係成個運動，呢個咧係非常之唔妥當嘅。我哋香港絕大部分嘅市民就係選擇用一個和平理性、非暴力嘅方法去抗爭，無論對一個點頑強嘅政權，我哋都係堅守呢條線。所以呢，有啲人作出呢個行為呢，我哋一定要同佢哋劃清界線。我哋相信琴晚嘅行動者呢，依然都係同意爭取普選啦、公民提名以及撤回8·3一決定嘅訴求。咁但係我哋必須要去講出就係話，我哋唔能夠去同意呢一個行動嘅原因係在於啲咩？我哋認為就係話公民抗命係應該要承擔責任。當時在場制止示威者嘅工黨張超雄就覺得行動係錯晒，因為會打擊雨傘運動同埋為泛民辭職公投帶嚟風險，因為其他人咧就有機會抹黑啦，令到泛民喺投票咧就會輸啦。咁傳媒人咧都同聲同氣話唔贊成啊。歐嘉倫咧就話衝擊者咧狗衝啊，自毀和平招牌咧會失去民心啦，仲會令到政府同埋藍絲帶坐享其成啊。柳俊江同埋何韻詩都覺得尋晚衝擊立法會同928重奪公民廣場係冇得比啊，因為當日帶頭嘅學生係公民抗命就負翻責任，俾警察係當場拘捕㗎。但係蒙面人打爛玻璃之後就速速走咗，點同呢？咁啱啱咧用嚟俾人比較嘅黃之鋒啦，佢就話行動者咧必須要顧及其他人嘅安全啊，唔想咧再見到有衝突再發生啦。衝還衝啊！打爆玻璃，打完就散，咁等其他人係承受後果，真係有啲問題㗎。其實每一次俾人拉嘅咧都係學生，俾人打嘅就係上嚟幫你頂嘅阿叔同阿哥喎。咁被捕法律支援小組嘅義務律師咧都話唔會接呢啲不負責任嘅 case 啊。但係亦都有啲人覺得再坐落去只會越坐越少人。其實下一步嘅策略應該要點樣呢？希望雨傘運動嘅支持者無忘初衷，冷靜咁樣判斷行動，唔好削弱公眾嘅支持，俾政府有機會暴力清場。我哋知道香港係好需要一個 free TV， 但呢個 free TV 唔單止係免費嘅意思，呢個 free TV 亦都係指自由嘅意思。今日港視開台啦！咁咧今朝6點鐘咧正式喺網上面啟播啦。咁港視咧而家有7套劇集啦，同埋綜藝節目咧俾大家去點擊收睇嘅。咁當中咧包括有大家好中意嘅選戰同埋警戒線啦。但係我哋記者今朝早試睇嘅時候就發現，睇選戰之前咧要經過6個廣告2分鐘咁長先至可以開始播啊，所以大家咧都要俾多少少耐性啦。咁睇港視咧，其實係需要登入嘅。咁呢個功能係有咩用嘅呢？原來咧登入咗嘅觀眾咧喺暫停睇緊嘅節目咧，可以用翻其他裝置去睇翻喎。咁就可以咧喺之前停咗個位咧播翻啊！真係一個好貼心嘅服務啊！不過我哋咧就試過喺打工仔食飯嘅時間，即係大概12點零1點鐘嘅時候啦，去試登入喎，但係就完全登入唔到，就算登入咗咧都係狂睇廣告，搞到咧想食飯播下選戰咧都唔得。咁下晝咧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咧蘇錦樑咧出席咗港視午宴賀開台啊！佢就話咧佢嘅 iPad 啦、iPhone 同埋智能電視咧都裝咗 HKTV 啦。咁佢咧就同港視講就話要加油啊，仲話咧政府咧支持創意產業嘅發展啦。對於邊一個阻住港視申請免費電視牌照，王維基就話只有一個人，呢一個一定唔係蘇局長，因為蘇局長係好支持我哋㗎，唔知嗰一個人係邊個呢？全球最大朱古力製造商馬氏公司同埋百樂嘉利堡咧就提出咗警告，話就話近年咧製造朱古力嘅原材料短缺啦，世界各地嘅人咧都好想食，搞到供不應求喎。咁2020年之前啦，朱古力咧有可能會變成有錢都買唔到嘅奢侈品啊！各位朱古力迷咧要注意啦。
製造商就話，舊年可可嘅需求咧係多過供給7萬噸嘅，令到價格上漲咗25%。8月份嘅時候咧，每噸要賣2000英鎊咁多。專家就話，2020年咧可可嘅短缺會擴大到100萬噸啊！咁可可嘅出產國咧主要喺非洲啦，咁但係因為乾旱同埋農民咧會改種其他嘅農作物咧嘅問題，而搞到咧原材料嘅供應咧減少啊！我驚咧食埋今日咧食唔到聽日啊！不過其實你暫時咧唔使咁擔心嘅，而家已經有研究團隊喺度開發緊能夠抗病同埋耐旱嘅新品種可可樹，希望可以應付朱古力生產嘅需求。今晚咧唔好掛住睇港視啊，因為咧9點鐘有國情揭露喎，會講下習近平咧對佔中嘅態度有變啊，記住收睇啦，拜拜。